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3月2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出埃及记第32章第7到14节，路加福音第15章第1到第1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失而复得。曾经有一位小朋友到我们家里来，结果他一进门就看见了他在之前留在我家的物品，兴高采烈的表情实在是不需要任何的言语就能够充分的表达出他心中的喜悦。从他的反应让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5章中那3个失而复得的比喻，这样的欣喜若狂的欢喜。耶稣基督以此来形容上帝对于人迷失又归回的喜悦。当然，那样的心情并不是人人都能够体会的，都能够了解的，或是都能够接纳的。许多人喜欢批评上帝说，为什么要让欺骗人的雅各蒙福？为什么要让那个杀人贪色的大卫他能够得到赦免？不但如此，还继续保有他的王位及国家。有许多的为什么来质疑，好像说上帝做错了，也好像说我来做上帝一定比较公正。但是真的吗？如果真的要能够有公正的话，怎么会有所谓的司法不公？怎么会有所谓的恐龙法官呢？上帝的判断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了，并不是因为不公正，而是上帝出于他的公义，也出于他的慈爱与他的怜悯。对于失去的这件事情，上帝是非常在意的。为什么会失去？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也因为人们太看重自己，也因为人们太自以为意，因而他们会远离上帝而去。礼拜三跟教会礼拜组的长老还有同工们一起去，为了这个野外礼拜来场勘。我们到了万里芥菜总会的园区去，那园区呢养了2只山羊。前不久另外一只老的，因为下大雨，园区的地有滑动，那造成意外，然后那只羊就死掉了。负责管理园区的丁牧师呢，就去另外带了一只小羊回来。可能是因为心里不舍了哈，也不愿意让另外一只太过于孤单了哈。然而那一只新来的小羊，因为刚到不久，一方面陌生，一方面很害怕，他就跟人不是很亲。但是他确实总是跟着那一只老羊，跟着紧紧的。一旦发现了这个老羊不见了，小羊就开始这个咩咩咩一直乱叫哈，那这个一直到要听到老羊呢有回应他的时候，他才会马上飞奔前去
靠近那只老羊，并且狂摇尾巴。耶稣基督迷羊的比喻，就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特性羊的特性来作为比喻，让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明白，当羊群当中有一只不见了，它咩咩叫的时候，主人的心里呢也就着急了。但是一旦找着了，他就非常的高兴，并且兴高采烈的愿意跟其他的人，我们说他的朋友、邻居来分享他心中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非常着急的告诉摩西。第7节说，上主对摩西说：“赶快下山，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人民犯罪，背弃了我。他们已经偏离了我命令他们走的道路。他们用金子铸造了一头牛，向他跪拜，向他献祭。他们说，这牛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明。”这一群上帝好不容易找寻到的羊群，却因为看不到主人，也看不到他们的牧羊人，我们说上帝与摩西，他就狂乱的奔跑，进而制造自己的偶像，甘愿回到原来那种为奴的生命状况。对上帝而言，这群人正是失而复得，但是又得而复失。路加福音第15章的经文记载当中，前面2个比喻每一次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牧师总觉得非常非常的传神。我们看到那一位牧羊人，因为一只迷失的羔羊，他就放下了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失丧的羊。不明白比喻的争议的人，总是会问：为什么要放下99只？或许我们应该这么说，那100只当中，任何一只迷失了，牧羊人都会如此做，并不是因为特别哪一只，或是应该是说任何一只若是迷失了，牧羊人都会非常在乎，都会紧张，都会去寻找的。所以呢，结论是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牧羊人要放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牧羊人的爱。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牧羊人找着了之后，竟然又邀请了朋友、邻居一同来庆祝。那我们来问的问题是说，那一只羊的价值有比请客的价值高吗？如果以面子来说，可能没有。可是从代表上帝的这个牧羊人的爱，他看中了那个失而复得的生命，他看中了那死而复生、迷失的生命如宝贝。圣经告诉我们，同样的，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乐，要比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而有的更大。不公平吗？或许从人的角度是的，但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值得。因为失而复得，因为上帝他的喜乐，如同那一位失了钱的比喻一样，那妇人她失而复得，她的喜悦也是无法形容的。这就是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之恩。诗篇32篇，罪蒙赦免，过犯被宽恕的人，他是多么有福啊！心里没有诡诈，不被上主定罪的人，他是多么有福啊！
我闭口不承认罪的时候，终日哭泣，身心疲乏。上主啊，你日夜惩罚我，我精疲力竭，像水汽在圣所中蒸发。于是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我不隐瞒自己的过犯，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因此，所有虔诚的人都要趁你可寻的时候向你祈求。洪水泛滥的时候，就不至于被淹没。你是我藏匿的地方，你一定会救我脱离灾难。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因为你护卫我。上主说，我要指示你该走的道路，我要教导你，时时规劝你，不要像骡马一样无知，必须用绝环计头管束才驯服。作恶的人一定遭受许多的痛苦，信靠上主的人却有慈爱环绕他。义人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快乐。所有正直的人你们要欢呼。求主帮助我们活出馨香的生命，见证上帝的救恩、慈爱与怜悯，让我们得以被寻回，得以被寻见，让我们如同那被寻获的羔羊，被拾回的小钱，让主喜悦。谢谢主的洪恩，让我们能够得救，被寻回，并让我们回家与主有复合的关系。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